陪你讀新約。1月18日，陪你讀新約。馬太福音12章33至50節。樹和果子，你們或以為樹好，果子也好；樹壞，果子也壞。因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樹。毒蛇的種類，你們既是惡人，怎能說出好話來呢？因為心裡所充滿的，口裡就說出來。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，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。我又告訴你們，凡人所說的閒話，當審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來，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的義，也要憑你的話定你的有罪。要求神蹟。當時有幾個文士和法利賽人對耶穌說：夫子，我們願意你顯個神蹟給我們看。耶穌回答說：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看神蹟，除了先知約拿的神蹟以外，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。約拿3日3夜在大魚肚腹中，人子也要這樣3日3夜在地裏頭。當審判的時候，尼尼微人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，因為尼尼微人聽了約拿所傳的就悔改了。看啊，在這裏有一人比約拿更大。當審判的時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，因為他從地極而來，要聽所羅門的智慧話。看啊，在這裏有一人比所羅門更大。污鬼回來。污鬼離了人身，就在無水之地過來過去，尋求安歇之處，卻尋不着。於是說：我要回到我所出來的屋裏去。到了就看見裏面空閒，打掃乾淨，修飾好了，便去另外帶了7個比自己更惡的鬼來，都進去住在那裏。那人末後的境況比先前更不好了。這邪惡的世代也要如此。耶穌的母親和兄弟們。耶穌還對眾人說話的時候，不料他母親和他弟兄站在外邊，要與他說話。有人告訴他說：看啊，你母親和你弟兄站在外邊，要與你說話。他卻回答那人說：誰是我的母親？誰是我的弟兄？就伸手指着門徒說啊，看啊，我的母親，我的弟兄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、姊妹和母親了。